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歡迎收看福起來，我阿明哥劉浩明。屯屯時代進步，社會嘛改圖進步。一今年我哋咧母嬰護理行啊，能講媽媽同細人嘅護理嘅行業有巨大改變。一所也工作嘛變成一個具有潛力嘅一個工作。你今日有想到來賓，伊來自我哋屏東嘉東嘅長榮村，和伊啲細細嘅我哋咧客家嘅村族，伊用到戴偉軒，和我哋咧危險到嚟現場，伊一同我哋講，當初做冇做一所，同時也一所工作，有乜嘅要求，還有一工作內容係乜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軒軒來到現場，軒軒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來自嘉東鄉長榮村嘅客家妹。我喊到戴偉軒，他家人攏係我軒軒。軒軒吼，反正今日來到我哋嘅現場吼，我想請問一下講，同我哋講月嫂嘛吼，其實月嫂也要工作係一幾年來，當他家人都發現講，其實我哋做月嘅吼，唔一定要睇月嘅中心嘛，我哋嘛可以請月嫂來到我哋嘅路卡。但是我想請問一下講，像你自己做月嫂以前係做乜工作啊？我做月嫂以前係做賣女兒嘅，做誒差唔多8年啦。拄好拄到安尼爸爸過身，又想講做研究誒，他家人冇家人拜六禮拜攏了，賣女兒拜六禮拜無法度了，我又想講無買伊咧跑道，做分析呢，拄好請到伊咧上班族，又可以了拜六禮拜，我一下拄好要結婚。我又做，拄好做1年人，公司拄好一下有事情，所以他家人攏支持呢。我又想講，拄好安尼即一下供量嘅勢來，伊咧量勢，伊咧5、6、3日，我拄好想講，伊可以上班，無人去吐，我又去天書吐，我係帶來高雄安尼要卡hết，我又去吐，吐誒差唔多2年。左右，你要過去台中嘅，我想講，我對生意有興趣，咁我來上一下保姆嘅課程，我又請保姆嘅課程來上，上起來，保姆證照要考起來，還有先做到府保姆，到府保姆做嘅想講，月嫂也係行業，佢從尾唔會難。我又來做請月嫂嘅課程來上，我又去請月嫂嘅課程上月嫂嘅證照，月嫂也還冇證照，有月嫂嘅結業證書，所以月嫂嘅結業證書出來嘅，我考咩上起來，我又開始來做月嫂嘅行業。你談下來真是感覺到真係幾好啦嚇！因為啲人講，你對啲行業結束以後，都轉到另外一個行業，然後另外一個行業以後就結束嘅，都好，你要做這些生意咧，然後睇這些生意咧，我想問一下講，你做嘅這些生意咧，以前啊，有做過生意咧冇？有，安尼個咩供量嘅妹，月量嘅妹，我一下上班2日咧，我帶來安尼一片土。攏去天書吐，安尼不開事業生意吐起來，我做月嫂之前沒有吐朋友誒，伊呢不卡吐幾下。係吼，嗰時候你自己本身對吐生意呢一件事情，如果有經驗，好，目前開始做保姆以前，目前開始做月嫂以前，自己睇到卡如果有吐生意的經驗，嗰時候你自己幾好吐生意呢？係，我幾好生意，唔過我自己冇叫。唔怕啦，有時嘅啦，有你跟如果真係安尼，我哋都愛惜嘛，吼，真係如愛照顧朋友吼，嗰時候照顧朋友嘅生意，就像照顧自己生意一樣嘅。嗰種安尼方，我想問一下，因為頭先有講到兩個一個證照嘛，哈，保姆的證照，保姆的證照，講考這個內容係乜嘢？要幾快考？保姆嘅證照也下愈來愈快考，因為伊啲杯幾多愛真配嘅，真配嘅內容係，若冇配好來，唔去考試嘅時節，若冇做嘅數好配，伊會從扣分，有幾家有冇高嘅。萬有一個生意嘅 CPR 一片，伊一片咩係，若有唔錯一下，
终究拢是毋得高。佢幾時就後來要同我講，後來又有參加一所謂伊嘅訓練，吼拿到伊嘅檢驗證書。一所謂訓練同保姆的訓練是差喺哪咯？保姆有像有生意嘅伊，用照顧生意，照顧生意嘅保姆，泡奶，萬有伊發生嘅事情嘅時陣，我用危機處理，按月嫂嘅課程，伊就會教我做壓力床。壓力床，會教我做壓力床，有的咩會教我按摩，生意嘅按摩，萬有叫我係咧產婦嘅瑜伽。伊個課程都無嘛通用，其實純保姆的內容有得咩通用，就是伊無證照可以考。譬如講今日我參加一所方我有保姆證照嗎？還是講不一定要有？無一定要有，你可以先去上一所嘅課程，上下嚟你想要考保姆嘅證照，也係考唔怕。但是冇規定講我做一所一定要有保姆嘅證照。對，也嘛冇規定一定要有保姆證照，你也可以做一所，你有一所嘅結業證書又可以出嚟做嘅。像這個呢拿到我哋一所嘅訓練呢檢驗證書以後啊，佢民間有乜個組織係專門可以幫全一所尋工作嘅呢？有私人的團體，還有政府的，像屏東的政府，裡面有屏東有種沙飛區哈，沙飛區高雄市咪係有沙飛區嘅政府的月嫂，等於如果其實私人的嘛有啲安尼嘅公司啦，某個組織，佢哋會專門係提供一所嘅服務。嗰種項，我哋可以有一些需求嘅人，都可以去公司嗰邊提出申請。係錯。嗰時然後都時間到嘅，嚇唔能去我哋嘅譬如講產婦嘅碌卡。咁像一般來講嘅話，唔能差唔多一睇乜個時間開始去填數嘅我哋嘅婦嬰間咯。伊講誒，要喺同人哋聯絡嘅。如果講以後係咪？係講以後，因為幾多不卡嘅，安尼也會去因為不卡做因為做壓力。伊差唔多像自然產，伊愛睇伊安尼翕3日。剖腹產嘅話，伊差唔多係睇伊安尼翕差唔多1個禮拜。伊若春燕一下動主條，可以呢伊就點幾來我同人哋聯絡，呢我去因為不卡。要開始做呢聽數嘅。咁從人家經驗來講嘅話，人家人申請一所謂我哋講人數嘅幾多冇？一下比例幾高喎，一下幾多人攏想去睇不卡做壓力，若睇不卡做壓力，唔一定要有咧一所從聽數啊，冇錯，所以一下一所其實幾流行。簡用做同一所做有乜個差別啊？很簡用做吼，有幾多事情唔咁快些起咪做，有請月嫂請專業嘅來從聽數，唔講唔可以幾多按到問題，因為一所要一啲以下一鋪要從聽數嘛嘅，一下生意交子嘅，一下喺裡面也是尿布會適合嘅，因為攏會啲。若很簡用做，人家就生意交嘅冇可能係唔係簡用嚟從聽數啊，係啊。很簡用，真係有一件事情，如講有時幾快些，唔到咁鹹，嚇，有時就即係幾開，又冇辦法講台灣嘅，但是可能都即個捱得嚟去玩。嗰時其實有啲人很簡用做嘢嘅人，有時嘢哋可能唔講做得好啦。但是更加來講嘅話，因為有啲婦人家講，伊也要生產嘅日期無按準。譬如講，可能同講4月3號，伊可能提前都講嘅啊。佢等於你講唔能隨時都愛提幾片準備好係咪？一定會，因為米咧。生產的時間冇一天，有的會提前，有的會延後，所以我哋接安尼都唔會接得過狠，我哋一定會留時間。差唔多留一長嘅時間。我差唔多會留2個禮拜。2個禮拜。會留2個禮拜。咁而你想操作，我哋從我講嘅話，像譬如講有啲係早產，早產有啲會時間喺保溫箱，可是等於你講，等生人呢離開保溫箱幾多路卡？唔等當一批咩？還是講其實就睇醫院人都可以照顧嘅。冇，因為愛出院嘅，幾多不卡嘅，
也可以去伊个不卡，安尼每都一样的照顾。哦，每都一样的照顾。咁一般的产妇有时睇照嘅一样的话，嗰路等于讲即家人去照顾几段时间。可能是迄老公，还是即家的不卡人，伊呢睇一样的，或是一样的月子餐，一里传，系。也系一种规定下，还是讲一种他家人的习惯咯？系他家人的习惯呢，因为贵少多付的日数会多一样的去。除非可能睇签合约时间有特别需求哦，可以按你特别需求系咪？可以有可能老公还是不卡无人，系啊，人可以存日数讲，日数那是同意伊会去。好，因为人家几度都讲，譬如讲，伊如迄两公婆，可能睇台北，冇睇都市，卢卡爸爸妈妈伊冇睇卢卡，可是。老公要上班，应该讲啦，老公咧如果冇上班，伊嘛冇办法天数啊，因为有的你第一胎，新手爸妈，那个妈妈很累，爸爸又不行，冇办法去照顾，其实的话，同人讲好，嗰种日数同意的话，嘛可以睇身上的下的下。都多一样的去照顾，没可以，不过一样的其实有护理师，伊没有专业的去照顾生婴儿，没有婴儿室，故说伊叫啊下，伊听迄一家提偏房，伊唔会存生婴儿乡下，生婴伊听提婴儿室底背，婴儿室底背伊会有底背护理师去照顾一条生婴儿。可是听到俺的时代进步以后，唔可能，人家叫我生意以后，回到路卡都马上有人所服务的哦。休息下，等下我再来嗰精彩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上档节目，我们来自屏东家东的台北县，轩来到了现场，同我们讲，当初是样个做日数的。我想请问一下吼，因为头头已经有讲到，其实你这个本身都有保姆的证照嘛吼。咁保姆证照是证照考好以后，因为人家其实有几多的事情，好，唔单止讲生验 CPR 啦，无论讲几生验我有几多的临时的一个状况。咁平常来讲的话，你这个要进修也部分，吼，很容易去准备啊。我这个会去请课程来上，像婴儿按摩，还是月子餐，我们会去进修，本这个各度一些知识跟技能，可能是也还有流行嘛的东西，从身体按摩、婴儿按摩，一定会按，伊对生人的都市，因为生人个会都是会胀气，伊会都是会痛，所以最好明白拿来纯生人都是按摩。佢像你这个服务按多的生人的同妈妈，你这个有这种影响过什么？这种生人的同妈妈这种事情？我最印象最深刻，因为前30年咧，我爱过快带，因为因哋会交字，会真交，伊唔着会买啊，因哋想用交字来表达伊嘅需求，所以前3个月真系过快带，我有多睇因嘅木卡，迄30日，伊30日，伊生年拢睇我嘅隔壁，有一参咪有係下主條開始，有真叫啊到半夜。我有啲伊可能都是睇痛，因為可能連鐵到嘅，伊不可能不連鐵到嘅，因為伊呢嗱生年啊叫字，伊嘅爸爸是媽媽，有感覺伊係咪肚臍嘅，伊可能唔係肚臍嘅，伊嘅有係可能都是冇爽快，還是尿布濕氣嘅，愛揾尿布嘅，不過一下幾到家庭，伊若看到聽到生年睇叫字，伊會落到伊也可能要訓練的哦，不過伊同埋訓練的時間，可能差2點鐘還是1點半鐘的，伊會響安尼，伊會練練不死的。嗰時候伊個都是會愈來愈大，會愈來愈重，安尼會無爽快。伊會真叫按不條咩嘿，按不條咩放來練練啊。嗰時候我30日吼，
其实要无嘛爱洗毛，无嘛洗，暗布头爱放来面呢，伊若叫饲要放来久嘛，早先头要爱放来，玫瑰做放来，爱久生年，早先头要久到妈妈，爱煮几食啦，要爱要供养爱面呢啦，一条，嗰时候我睇一篇呢，印象深刻，又係夜上怎樣，我真係唔定用過來嘅。嗰時候我可以體會做全職媽媽嘅辛苦，因為夜上怎樣，我24點鐘睇嘅，其實我又係一個全職嘅媽媽，嗰時候也下做全職嘅媽媽真係幾偉大，幾辛苦。嗰時候愛體諒。唔單止講係做個全職嘅媽媽，因為伊話照顧生人嘅，伊話照顧媽媽。錯。佢一般來講嘅話，日數係咪真係24小時制呢？還是講其實日數係上班制呢？冇日數我看有啲嘅產婦有需求，要24點鐘嘅，尾有8點鐘到10點鐘、12點鐘，都有看伊嘅愛需要嘛嘅。我目前係攏做8點鐘到12點鐘嘅，因為24點鐘嘅我即家身體吼無法度負荷啦，安尼長期來做行動。係因為24點鐘真係行空落個電講吼，等於講真係從頭到尾，伊話照顧生人嘅，伊話照顧媽媽，吼。但是而且你講頭先講嘅3週年咧，做乜以為人哋會做研究咯？拄好伊個老公喺外國工作，喺外國工作，嗰時佢錄下義務員可以聽書。錯，要喺外繼續留下來去聽書安尼，就要去聽書到伊個老公歸來，伊下到疫情，尾無法度安尼歸來，嗰時要去聽書。過若做24點鐘嘅日數吼，一下要幾多年，因為感覺講，我要花錢搶來，我不卡24點鐘嘅。來到安尼不看，買東西攞去做，若冇做好，因為感覺講我係咩不負責任，冇去聽書。不過其實安尼24點鐘做嘅豆腐日數嘅，安尼一定照顧媽媽，並照顧小兒，甚至安尼日數好，唔咩傭人，咩太傭，安尼係專業人士。係啊，一部分都係接觸下落去上門嚟講。咁人日數內容係嘛？因為像頭先講嘅呀，咁我24點鐘睇嘅話，伊可能我講去上門同佢洗下，嚇，加去做嘅同佢搣下，嚇，反正要禮拜嘅冇嘅同佢打掃一下，總會有安尼嘅要求。一定會。不過其實安尼日數嘅工作內容，安尼又係最主要嘅，又係照顧供我出來嘅嬰兒，並供我係啲媽媽。我哋工作內容又係有嬰兒嘅話，又係有去泡奶、喂奶，埋有換尿布、洗身，埋有因為出院歸來嘛，伊個肚臍嘛冇得hết，安尼要去肚臍消毒，若屙屎嘅，要去用水洗洗服，甚至用濕紙巾，因為安尼有幾件會有呢尿布疹嘅問題，埋有就是有個能夠你淋起嚟。安尼我哋洗冷乾呢，洗起來要消毒。最重要係愛嬰兒按摩。安尼一定有時間呢，一定愛全身嚟嬰兒按摩，按摩伊全身，伊個肚臍，最重要係伊個肚臍，伊也唔會有肚臍脹氣嘅問題。媽媽嘅話又係愛去煮一啲菜，3餐。3餐了咪有一個點心。咪有伊個洗身安尼，客家人攏會洗太鳳草嘅水，留到會洗太鳳草嘅水，留到會喺安尼煮薑水，不過一下薑水夠少年體洗，因為薑水太辣嘅，留到若係一個剖腹產，伊有傷口，有傷口，若用到太辣嘅一個薑水嚟洗身嘅話。伊個傷口會痛，所以我都會同我嘅產婦講，唔可以洗太鳳草嘅水，伊可以驅寒，我哋洗好來個舒服。嗰時例如生人嘅照顧照顧然後媽媽嘅照顧，佢第二個碌卡嘅其他事情都唔能幹。唔係，我哋
使用的范围，安尼拢会保持清洁、保持干净，安尼用过的地方拢会去呢打扫过枪，因为简易家事。简易家事又会有包含从因个月子房，因为因个今年今年那倒梯洗吧一条，还是天哪，就随米哈拢可以。按讲安尼那无用到的地方，可能譬如讲伊若讲泥料。伊个学堂伊，安尼拢无摕用到，又讲我从来做啥米哈，迄是毋得，因为安尼我存一条时间留来照顾妈妈，并照顾小妮妮。冇错，系啊，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专业，吼，咁讲我讲，叶片向来做一下，嗰边向来做一下，结果你这件嘅事情冇做到。安尼其实如别人讲，我嗰種即個搶來又唔係安尼嘅事情。佢從難嘅話，譬如講討論講野地傳嘛吼，佢做野地傳一件事情，因為每個人嘅口味都冇到共樣。咁你當初我做野地傳，冇你講我哋做野所訓練以前，你這個本身我有我哋講，我平常我學會做菜冇，咱可以去參加一個訓練，還是講訓練地步如果教用去做。訓練地杯我教唔用嘅做，毋過嘢像機風嘅，過其實最好嘅話，又係即個平常時沒有睇做，我即個平常時沒有睇做，係我興趣咩係我做東西來食，係伊下老公不用教，咩我做東西本老公食，本冇卡人食安尼，一天我會做，你要我做出來也會好食啦。佢見咩見解嗬？每個人嘅口味都冇共樣，譬如有啲人可能食個鹹食啦，有啲人唔敢食辣啦。嗰種唔係去接㗎，我哋以前係咪要先了解一下我哋嗰種講生人嘅媽媽即個本身嘅口味係咯？一天會問。因為安尼攏會每個媽媽伊食的東西攏無共樣，留到可能安尼我問伊講，有對某個東西會過敏的冇，還是伊唔好食某個，伊姜黑吼，一定要食過清淡，因為若食過重口味，對伊個身體無法度負擔，我負擔會過重，因為第一個禮拜並第二個禮拜。食的東西過重要，一定要食過好消化的東西。過好消化，但是過清淡一些的。但是家中講，因為媽媽以前，姜以前本身都嗰種，譬如講，食過辣的，食過種鹹的，伊開始姜嘅黑，伊下是按他們意思唔落，按樣咯。我一定會就是講，一定會安尼食，因為若姜嘅黑開始有食重口味，還是食過辣。對於自家嘅身體無法度負荷，因為消化系統嘛無安好，因為身體嘛咧發炎。你下若食過辣，食像平常共樣嘅口味，對於自家身體過唔好，安尼過快抽落來。咁一般來講，我哋從方言來講，嗰度月子餐底部如果加中藥，加呢度補藥入去，咁係咪有嗰度媽媽冇辦法去接受到呢度中藥嘅嗰種味道嘅？袂哦，伊下面嗰度唔想去食中藥嘅味道，若唔會食中藥味道，安尼要去做，要去無加中藥嘅藥材落去做嘅湯來煲湯俾你食，因為若姜啊係咧媽媽吼，又來味嫩咧，對迄種因為聽講食湯水水嘅東西，尤其是迄湯過重要過營養，嗰種一定要食。若無用安尼，又可以來做魚湯啊，還是雞湯啊，還是排骨湯啊，一條攏可以。觀眾朋友，可能有人發現到講，人家做嘢實在過幸福，唔單止有兒童裝片片，同時嘛，我注意到唔應該愛食某東西。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埋嗰度過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嘉東長榮嘅萱萱來到我哋現場，同人講，中間嘅嘢嘅內容係乜嘅？我想請問一下，因為通常要講到一日嘅餐嘛，嚇月子餐，咁一般來講，人家
你的传递外可以煮嘛东西，无你讲，大部分人是嘛东西？大部分咧，可以都是蛋白质、优质蛋白。蛋白质就会有海鲜呐，还是猪肉啊、鸡肉啊、牛肉啊，马肉拢可以，卵啊、豆腐啊，一定拢可以。因为蛋白质对人体的结构最重要的一部分。那蛋白质是够多，对伊的伤口恢复要改好。若是有体美嫩呢，年数要会改大，要有年数增加安尼。也部分也想问一下，嗰种妈妈实在安样咯？实在，我没有足够实在的，我实在的，我会去买书，过来看实在，又会补充嘛的蛋白质。因为实在的蛋白质是毋得是肉嘛，系冇错。伊的实在又可以，伊的蛋白质又会豆腐、豆皮有黄豆质的，也是毛豆，也是豆干也得，伊的蛋白质的内容有够少。嗰时候我会去买书过来看，伊实在可以补充嘛蛋白质，补充嘛营养素，我有做不那些。好，嗰时候根本真的是从用去补充蛋白质啦哈。嗰时候其实真的实在的时间，你用我哋呢太退位啦、退入的蛋白质来去做代替我哋平常帮我哋看到的肉的啦、鱼的嗰种蛋白质。佢除了蛋白质以外呢，还是嘛东西？嘛补充那呢蔬菜水果。蔬菜水果玫瑰重要，因为若无补充膳食纤维，会更容易便秘。若便秘吼，对咧讲迄个妈妈，伊的心情一定会改唔好，因为我真屙唔出来，又过上屙唔出来。嗰种不只要食蛋白质，没有食抢菜，没有食水果，只要每日都有营养均衡。就可以，伊一下人吼拢食得过补，古说安尼一下一日传安尼是稳补又好诶，莫食得太补，太补会过燥热，安尼。等于如果平常时间讲人大部分都是在规划啦，可是其实人的传唔像以前吼，可能平常模式按吼，可是人的传以前呢，人的传的真的高热量。好，佢热量过高，麻油酒啦，无论麻油炖鸡肉啦，炖鸡鸭啦，全部嗰种高热量。但是而家冇做高热量的路线的啦。也是唔得。因为有啲富人家希望讲，叫佢哋佢加价好变超下了。可是伊哋嘛唔会接触高热量的东西，但是至少营养均衡嘅部分可以重要。可是有读到嗰种妈妈平常都唔多食青菜嘅，咁能样咯？我要会用一些是可以为好心爱叶菜咧，我会尽量用那种的菜类食，个有蛋白质够多，个像一下嗰度妈妈，伊会叫我系有上个马上有上个姜皮，抽落来，嗰时候伊会要求我讲，可以做减糖餐嘛，减糖月子餐，我又会讲，可以没有做过，我会客制化做减糖的月子餐，我没有读过。而是根治饮食的，我一下没唔伫根治饮食迄买啊，我又去买书过来看，看那是根治饮食按用人来搭配，我又会做一些没有读过安尼。等于如果每一点人哈，可能要求冇看我东西的时候，你要去买书啦，冇去查资料。但是服务过一啲安尼银行以后，还一摆读到安尼银行时间，你啲哟，吼，点慢慢按到低糖的嗰种饮食啊，冇错啦。人家妈妈吼，如果讲都是讲迄个时候，一天要跪起工作的时间，像以前按超。我说人家妈妈实在是压力过太，因为但是加到变好，同时又担心讲个身材啊，绝对冇照样的贴厉害啦。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讲像你头都有讲到讲，人家说其实系到府服务嘛吼，佢像有时系提个。我哋讲到府服务有嗰种几迷难的地方，比如讲都下过欧洲啦，冇嗰种唔方便的地方咯。有我去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都冇同样，去伊个家庭一定会适应伊个家庭的生活方式，所以嗰种多一片，一定会先适应嘛，因为可能嘛有存伊个爸爸妈妈还是。公公婆婆穷下嘿，安尼要去习惯伊的生活方式，留台湾人吼，像有存
装批乡下系咧，因为装批嘅观念吼，有蛮体过传统，过200以前，因为200以前吼，像譬如讲是毋得洗头，做嘛以前是毋得洗头，因为200环境无安好，伊无吹风机，可能因个水又要用柴用烧嘅，佫说时间要过久，也哈时态无同样诶。安尼洗安尼可能有吹风机，马上吹不着，也唔会头拿痛。嗰种也哈可以洗头，那也哈时态吼无洗头，可能一个礼拜无洗，2个礼拜无洗，其实伊个头拿会过污糟，会过到细菌，安尼对即家嘅身体并对生人系拢唔好。嗰种也哈要洗身，毋过若剩装批姜系，伊会讲无洗身哦，洗头会痛哦，用因哦嘿。我其实也哈拢可以洗身，拢会洗身啊、洗头啊，拢会洗，咁安尼法，即个爱同啊等咧家用嗰度去做观念嘅一种沟通，还是讲嗰种我哋讲妈妈去推嚟做沟通咯？我先存妈妈讲，伊若喺爱去随你讲嘅话，我会随你讲，我会随因咧。爸爸妈妈讲，我婉转咧随你讲，也哈时态无同样诶，因为可以洗头唔怕，唔会吹不着，人去管迄里又好诶，又可以洗，无也哈对生人迄细菌会感染，对生人对胎人都唔好。我相信嗰度阿公伊聽到講，你對孫咧唔好，講好，該洗身，該洗身，問題更加有啲佢重要嘅問題講，有啲人錄下嚇，本來有學教嘅咩話，我哋講毛小孩啦嚇。但是你看，因為有啲人講，佢同這個看人咧嚇，無你講生日叫下來嘅，你唔好學教嘅咩話，因為叫嘅咩話冇啦，無如果有時教嘅咩話會遭到嘅生日咧，咁這個人面咯，到底我哋看人，無你講叫生日咧以後，毛小孩嘅部分到底愛啲送走咯，暫時係送走，還是講其實依個適合同我哋咧？生人嘅鄉下，冇隨送走，因為安尼毛小孩，我自家就可以咧，過好毛小孩伊咧豆腐嘢數，我不卡有毛小孩，我都唔會講，我伊若會按人，我又唔會隨同伊有好誒，做愛冇隨送走，因為毛小孩要從安尼一家鄉下窮養就係一家人，伊咪係人嘅生人，也是人嘅弟弟妹妹，吼，若去個叫誒，人家有生人嘅。唔是得，因為有生人要去送別人去，還是要病血，還是要帶走唔好。其實人家有生人，唔卡有毛小孩，其實對生人因為有研究，有講對生人伊嘅生活啊，還有生活方式，還有伊嘅氣管啊，為伊嘅抵抗力會較好。唔好因為人家有心嘅，還是人家強生人強起來。你要存生，因為毛小孩去病係真係安尼會幾可憐，因為若因毛小孩佇也愛生人，也是愛爸爸媽媽愛，愛會規氣會愛因咧，伊其實伊攏有感情咧，因為愛即家無卡咩有30咩位110幾位，攏可以有感情咧，無因為有心咧，你來病係，其實人家有生人，又有毛小孩。對生意真係幾好。你有發現到講，其實宣嚟講也討論時的吼，伊係用一種愛心嘅角度嚟講，因為講其實毛小孩佢我哋嘅生意咧吼，唔好講因為我哋有啲新嘅生意咧，嗰種我哋把我哋咧叫嘅咩話提接係，吼，其實有另外一種講法喎，吼，係講個口號講法，你講其實因為毛小孩早期我哋因為講嗰種會增加過敏嘅嗰種機會吼，但是多多嘅想法，因為其實生意咧，佢有嗰種毛小孩嘅反應地方吼，伊接觸到一條毛啦，可能一開始是會有一些過敏，但是慢慢的，這個本來都會好，但是一到會體質到後來睇外面的世界，伊反而不會過敏。係有些個強嘅環境，生人的太陽吼，一到外面。等從有時間咧，吼，一到生意嘅適應力可能都過唔好，但是嗰種如果有嗰種可能都叫咩話，吼，反正同嗰個高強下嘅吼，平常時慣咧出去嘅時候，其實也會抵抗力較好。咁從一般來講，廣東健康來講嘅話，嗰種我哋見面我哋廣東朋友嘅可能心口啦、拉啦，吼，要到去看人，心口看人，然後拉嘅嗰種一朝啲熱素法，我樣可以通佢啲熱素。我前熱素吼。我一定要請純有鹽的，
纯有演的呀，你有话有演哦。因为我爱合得来嘛，我一定要沟通啊。碰面的时间，面谈的时间，一定会聊天嘛。第一聊天的时间，一定又会也按人会讲法啊。你喺交谈的时间，我讲也按人可能讲法很实在，还是讲也按人外观可能爱鬼用爱演安尼。又唔會按價呢，無其實遐咩鬼多鬼禮越少，鬼禮越少，那一下睇隨講法哦，伊攏會就講好，我攏會做用咯，係我攏買買，真係時間到誒，去呢不卡誒，做前面3日表現鬼好，過後面又會講鬼難死啊，買又唔會做啊，嘅仲會真係讀到鬼禮越少。嗰種像我之間請稱呼，咪會請有人呢，因為人家聊得來，唔會從當做一家人，當做一家姐姐、一家妹妹，安尼對待唔會講也係唔會難安尼。佢各種講啊，真是鬼帥讀到的鬼禮越少，咁安樣去處理呢？那真係讀到誒。一天可能買事情一定要講出來，嘅兩個人要溝通，那是有溝通嘅，攏買東西攏講出來不啲嘅，伊蠻強樣，你冇再忍耐嘅，你就會馬上又可以過去嘅，前夫啊、孫啊，又可以走嘅，只情歌朋友，那真係冇法度情歌朋友，有這個很月子餐來食。佢一般來講嘅方法，人家說，譬如講，經過一個機構嘛，哈，咁彼此之間是有簽約的嘛？有簽約，都是有一份簡易的合約，嗰時，但是因為可能彼此的認知，我可能冇聽過，嗰時也要企業可以中間都可以團體都可以啦，哈。可以，嗰度就一時候可能會講，有買違約金啊，買嗰時。攏愛簽約的時間，攏愛喺前面攏愛先講好，有乜事情可以寫喺合約底背，然後底背冇嘅話，可以寫喺底背，一定要白紙黑字寫清楚來，也唔會按到問題。我相信其實冇人希望講也俾事情係做個唔嚴慢嘅啦，哈。可是田頓時代嘅進步，重要的一件事情，唔單止變成一個專業，同時嘛變成一個服務。可是喺一百個種觀眾朋友，你也會尋求重要的話，可以分享人家所看看啦。今日感謝萱萱來到嚟現場的分享，安度唔同人家所故事。多謝主持人，多謝觀眾朋友。休息一下喎，等聽下啲時間來傾下運動哦。我跟福起來的觀眾朋友，記得去我的面書網站，還有到我的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